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9月15，咱做伙来读约拿书第1章到第4章，以及弥迦书第1章到第2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约拿书第1章，上主对阿米泰的囝约拿讲：“你去尼尼微迄个大城，出声警戒因，因为因的邪恶我有看到。毋过约拿想要走去他施闪避上主，伊落去约帕，拄着一只船要去他施，就纳船费，坐迄只船甲人去他施闪避上主。毋过上主予海起大风，海涌真大，船强要破去。船员真惊，逐个人哀求家己的神明，佮将船内的货物撇落海，互船较轻。毋过约拿已经落去船岛底，倒地困甲真落眠。船长惊活去，甲约拿讲：“你若遐好困，起来求叫你的神明，伊检彩会甲咱保庇，互咱免死。”众人讲来讲去，来抽口，看是啥人惹起即个灾害，因就抽签抽到约拿。因问伊讲：“你甲阮讲，你是安怎引起即个灾祸？你是食甚物头路？你倒位来？是倒一国、倒一族的？”伊因讲：“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敬畏上主天顶的上帝，伊是创造大海甲陆地的。”遐个人非常着惊，对伊讲：“你到底有做甚物代志？”遐个人知约拿在闪避上主，因为伊有甲因讲，因就问伊：“阮着安怎对待你，才会互海平静？因为海涌哪来哪大？”伊甲因讲：“恁甲我掠起来，迄落海，海就会平静。我知恁拄着即个大风是因为我的缘故。”虽然约拿安尼讲，船员犹豫真力，要甲船搁划岸，毋过无法度，因为海涌哪起哪大。因就求叫上主讲：“上主啊，阮迫切求你，毋通因为阮互即个人死，煞害阮无命，毋通甲阮责罚，讲阮流无辜的人的血。上主啊，这一切拢是照你的意思做。”因就甲约拿掠起来，迄落海，海的风涌就平静。遐人就大大敬畏上主，献祭互上主，佮下愿。上主安排一尾大鱼，甲约拿吞落去。约拿伫鱼的腹肚内3暝3日。第2章，约拿伫鱼的腹肚内对上主伊的上帝祈祷讲：“我伫危急的时求叫上主，伊有应我。我对阴间上深的所在哀叫，你有听到。你甲我迄落深海到海底，大水为我，你的波浪，你的大涌砍我。我想，你对你的面前甲我赶走，我要安怎才会当搁看到你的圣殿？我互水结甲要无命，深渊围困我，海草填条
我的头壳，我沉落去到山的根基，地的门掣永远甲我掣着。毋过，上主，我的上帝，你有救我的性命脱离死亡，我的性命将要无去的时，我想起上主，我的祈祷进入你的圣殿，到伫你的面前，所有轻佻无路用的偶像的人，去杀因对你的忠诚，总是我要用感恩的声做祭献互你。写我下愿，拯救是对上主来。上主就命令迄尾鱼甲约拿吐伫陆地。第3章，上主的话第2遍传互约拿讲：起来，你去尼尼微迄个大城，将我交代你的信息对因宣布。约拿随即起来，照上主的话去尼尼微。尼尼微是非常大的城，要3日才行会透。头一日，约拿入城宣布讲，过40日，尼尼微会毁灭。尼尼微人信上帝，就宣布禁止，对大到小拢穿麻衫忏悔。这个消息传到尼尼微王遐，伊就对王位起来，脱礼服，穿麻衫，坐伫火湖。伊阁对尼尼微人宣布讲，王甲大臣下令，人甲精生、牛群、羊群，拢不准食物件，毋通互因食，毋通互因啉。人甲精生拢着穿麻衫，逐个人着迫切求叫上帝，着悔改去杀歹行为甲暴力，无定得上帝会回心转意，无发大生气，互咱毁灭灭亡。上帝看着因的所做，有悔改，放弃因的歹行为，就改变心意，无将所讲的灾祸降落伫因身上。第4章，约拿对这个代志真无欢喜，非常生气，就对上主祈祷讲：上主啊，我要袂走离本国的时，兼毋是有安尼讲，我赶紧要走去他时，是因为我知你是有恩典的上帝，充满怜悯，袂快生气，有丰盛的慈爱，会改变心意，无要降灾祸。上主，归去互我死死咧，我死比活着较好。上主因讲，你安尼受气减少。约拿就出去城外，到城的东边，为家己搭一个寮仔，坐伫阴影下，要看迄个城到底会发生什么代志。主上帝安排一丛蓖麻，互伊发甲比约拿较悬，这阴影压伊的头壳，互伊免艰苦。约拿因为这丛蓖麻非常欢喜。隔日透早，上帝安排一尾虫食这丛蓖麻，蓖麻煞死去。日出的时，上帝安排炎热的东风，日头晒约拿的头壳，互伊强要昏去。伊就为家己求死，讲：我死比活着较好。上帝对约拿讲：你为着这丛蓖麻生气减少。约拿因讲：当然，我气甲要死。上主讲：这丛蓖麻毋是你种的，毋是你互伊大丛的，一暝大丛，过暝死去，你拢会毋甘。
尼尼微即个大城内面有12万袂晓分别好歹人，阁有真侪精神，我咸毋免甲伊疼惜。米迦书第1章，下面是上主对摩利色人米迦启示的话。这是犹大王约坦、阿哈斯、希西家煞接执政的时，米迦所看见有关撒玛利亚甲耶路撒冷的异象。万民啊，着听！全地甲所有踮伫迄内面的，拢着注意听。至悬的上主要对伊的圣殿指正恁的毋对。看咧，上主要对伊大的所在出来，降临，脚踏伫地悬的所在，正山画伫伊的骹的扬起，亲像蜡拄着火，山谷会裂开，亲像大水冲落山坪。这拢是因为哪国的罪过？因为以色列家的罪恶。哪国的罪过是甚物？咸毋是撒玛利亚。犹大的罪恶是甚物？咸毋是耶路撒冷。所以，我要互撒玛利亚变做荒坡，成做土堆，做种葡萄的所在。我要将伊的城墙车落去山谷，互伊露出地基。撒玛利亚雕刻的偶像拢会受拍碎，伊做长期得到的财物会互火烧去。我要互所有的偶像变做废物。撒玛利亚做长期赚的钱，会阁互人摕去开伫长期的新账。米迦讲，因为安尼，我大声哀哭，赤身裸体行来行去，我要嗷叫，亲像豺狼，哀哭亲像鹿倒鸟，因为撒玛利亚的伤袂医治，已经拖到犹大，到我子民的城门口，甚至拖到耶路撒冷。毋通伫加德宣传即个代志。嘛毋通提口，着伫别阿弗拉的阵内顶过来过去。沙非的居民啊，恁会赤身裸体见笑；撒南的居民走袂出来。别以色人哀哭，因为因失去因所倚靠的。马律的居民迫切期待解救，因为灾祸已经对上主遐来到耶路撒冷的城门口。拉结的居民啊，就将战车套伫快马，准备逃离。因为你学以色列背叛上帝，带涉案的居民犯罪，你得用礼物甲摩利色加德送别。以色列的君王会互阿克西家骗去。马利沙的居民啊，我要带征服者到你遐。以色列的贵族会逃走去阿杜兰。犹大家啊，着为所疼的儿女剃家己的头，剃甲亲像秃头鹰，光光光，因为因拢受放逐离开恁。第2章。伫眠床图谋不义、计划歹代的人惨啊！因天一个光就去做歹，因为因掌握权力，因贪人的园就甲抢，爱人的厝就甲占，因欺压人甲因的家庭，抢夺人甲因的产业。所以上主讲：看咧，
我计划要降灾祸互恁遮诶人，恁袂当脱离即个灾祸，行路头壳举袂悬，因为这是灾难诶时。伫迄日，人会对你讲讽刺诶话，唱悲惨诶哀歌，讲阮害了了啦，阮同胞诶产业变做别人诶，阮诶田地互人抢去，交互阮诶对敌。所以，伫上主诶大会中，恁绝对袂当阁抽签分土地。因讲，恁毋通说教，毋通对阮宣讲遮诶代志，上帝袂互阮见笑。哪个诶后代敢通讲上主诶心胸那遐话？伊减会做即款代志。我诶话对行为正直诶人一定有利益。上帝讲，恁遮诶计划歹待人，亲像对敌起来攻击我诶子民，抢夺对战场转来期待平安过日诶人诶外衫。恁将我子民诶负银人对温暖诶家庭赶出，将我对因细囝诶祝福永远抢去。起来，逃走！这毋是恁安全徛起诶所在，因为恁不义诶行为，即个地一定受毁坏，彻底毁坏。若有人四个行，突然无影迹骗人诶话，讲我预言将来恁保酒高酒啉袂了，即款是恁假意诶先知。以色列所剩诶子民啊，我一定要甲恁拢聚集起来，我要甲恁安置伫一个所在，亲像羊伫羊巢，亲像羊群伫草场，人真多，声真旺。有一个带头冲出去，带因对城门冲出去，因的王做前行，上主伫头前引带因。咱今仔圣经节伫约拿书第1章到第4章，以及弥迦书第1章到第2章。